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咱又过一礼拜过去了。即阵啊，咱来到伫主的圣日，咱伫这个所在三甲来敬拜主，来听伊的话语，叫咱伫这个灾情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信心，求主帮助咱。咱这个时来纪念到还伫病痛当中的人，有的伫家庭当中伫咧养病，有的伫医院的内面受治疗。咱也想到真侪人失丧了因的生命，感觉真可惜，求主怜悯。咱也存着这个感恩的心，咱得到上帝保守，咱一切所需用的，得到伊的供给，咱感谢伊。咱也想到还是需要的人，咱也是为因祈祷，求神祝福因。咱这个时咧聚会，求圣灵借着伊的话语，咱来帮助咱复兴咱的灵命。求神甲咱同在，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祈祷，特别来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主。虽然世界非常的动乱，非常的无安，但是神啊，你仍然坐伫宝座顶，统管一切。阮知影万事有你美好的意思，互阮世间人伫这个疫情当中来反省阮家己，伫什么所在得罪上帝，伫什么所在毋对，来到你面头前认罪悔改归向神，也互阮机会来向人传福音，来将人带到你的面前。亲爱的天父啊，阮来恳求你，做在执政掌权的人有聪明智慧，通来好好的来治理这疫情，特别来为着怀医生看护，交伫前方的咧征战的坏人来祈祷，求上帝你赐因开力，赐因智慧，通来怎样拖出病人得到医治。阮将这一切完全来交托予你，将下面的时间也恭敬的交托主，求主来带领，叫你名得荣耀。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中国版。我口舌赞然诉说，更将从何颂赞。他除我最担忧愁，使我得着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我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无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领导世上
常自然，解救恨我罪的赦，并拯救我灵魂，不为我解脱捆绑，使我得着释放。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活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打过我一切罪无邪情。我要怎样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是与罪和自然，靠主的大能救主，使我生福归山，蒙主赐平安满足，得享天堂永福。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活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打过我一切罪无邪情。我要怎样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各位兄弟姊妹，这礼拜咱要讲的题目是约拿，一个逃避神旨意的先知。约拿是一个逃避神旨意的先知。关于这个约拿，咱主日学在小朋友真爱听这个约拿的故事真熟悉虽然是真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伊内面有真重要的信息有一句话讲开罐有益就是你掀开一本册读内面的内容对咱有帮助有益处，特别是圣经更加是安尼因为神借着伊家己话语来警告人，来教示人伫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安尼讲，圣经拢是神所默示的，对伊教训读者就是责备的意思互人归正，教导人学好，拢是有益处的叫凡属神的人来得以完全有必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读神的话，搁去思想对人就要做，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的边头按时结果子，叶叶也是袂孤单，凡你所做的真多顺利咱有神的话语，咱就好好思想，并且应用出来咱有得到益处上帝大大祝福咱，借着伊的话语。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有一个研究圣经的人讲伊讲魔鬼最第一受训的3本册伫圣经当中的3本册，头一本是啥物呢？是创世记。
创世纪，创世纪是全本圣经内面啊，66本册内面的头一本啊，创世纪。为什么魔鬼做在受分一本册呢？因为这本册内面啊，开始的时阵啊，伊3章15节讲啊，伊是预言啊，上帝要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道成做肉身，就是对天顶来到这个世间啊，成做人的权势来拯救世人啊，所以这就是魔鬼真惊的，伊知影伊的结果是啥物啊？伊讲圣经讲，伊说我又搁叫你哦，这个魔鬼甲女人的甲女人彼此为仇啊！你会后裔要甲女人会后裔也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要伤伊的骹棍啊！就是说，到耶稣来到世间的时阵这魔鬼伊借着耶稣为着世间人做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啊，就是伤害魔鬼真严重就是伊会将魔鬼甲伊陷害世间人的这个棍甲提起就是来拯救世间人。第二本册呢，就是但以理书因为这本但以理书是描写基督荣耀的降临来到这个世上要毁灭魔鬼要毁灭上帝的敌人魔鬼撒旦第三本魔鬼真讨厌的一本册就是约拿书，就是今仔日所要讲的。因为这本册内面来预表耶稣基督会死佮复活，因为耶稣替咱的罪死，而且埋葬佮复活因为耶稣伫咧讲道的时阵用这个约拿伫这个鱼的腹肚内面3暝3日就是形容说将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人钉42架死了埋葬伫这个坟墓内面3暝3日，第3日复活起来来做这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感谢主的恩典那今仔日咱来讲到这个约瑟，伊的责任，上帝托伊的责任，伊的任务是啥物呢？就是要呼叫伊去这个城市尼尼微这个城市去传道去护法圣经安尼讲，第1章第1节到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太的囝约拿讲：你起来到尼尼微这个大城市去。向其中的居民护法，就是警告的意思因为因的罪达到我的面前耶和华上帝来呼召吩咐来差遣约拿去到这个尼尼微城去传道去警告因，不然这个城市会毁灭因为因的罪恶太过大伫上帝面头前那约拿到底是啥约拿是北国以色列是本来是联合做后来袂好势，就分做北国叫做以色列南方的这个犹大。那么这个约拿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先知伊的家乡是伫加德希弗这个所在那距离耶稣的故乡拿撒勒有3英里无较偌远3英里。那么这个约拿
这个名的意思哦，是甲的意思，甲巴的意思pigeon 甲那么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城这个是一个大城市伊是亚述国的首都，也是今仔日的伊拉克伊拉克那么尼尼微是伫离开的这个因这个约帕都要坐船的这个所在，到尼尼微迄个所在去大概有1100公里的距离。伊这个尼尼微就是伫一条大河叫做底格里斯河，就是 Tigris River 的东岸这个所在，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近北部的这个所在，叫做摩苏尔的附近伊讲这个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圣经讲是大城，因为若要行了，就行3日的路程才有可能行了那么伊的人口迄个时阵有上帝讲伊说有12万人袂法能分别倒手交正手的左右手的袂晓分辨，意思就是说一个毋知影是非抑阁无成熟的一个人可能这个所在毋知影上帝律法的所在，所以因犯罪真厉害，真厉害。因的罪，上帝讲说伊的罪恶伫达到我的面前，达到上帝面前，到底因是怎样罪恶因为因咧拍战的时阵真残忍真残暴拍死人非常的做个真残忍真侪国家的人佮真惊人，而且佮真愤人圣经伫拿红书迄搭佮形容，因迄搭的妓女迄搭一个女的真漂亮的女的美貌的女的而且是妓女咧做一个歹的代志、淫行的代志，而且因伫行邪术，邪术就是交鬼交这个邪灵交鬼的一个魔鬼的行为一个交鬼的代志有关系，而且因的淫行。因的这乱性代志引诱真侪国家的人并且用这个邪术来引诱因。再讲到这个国家的人老人的血老人的血，伊是一个老人的血的城市意思就是拍死真侪人、流真侪血的城市充满了谎言欺骗。强迫抢夺的这个城市，而且伊再佫讲因道庙就是假邪假算要攻击耶和华，你看卖，连耶和华是要攻击，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人对上帝就是真无好的这个城市罪恶非常的厉害。那么上帝叫这个先知去护法，来到这个城市护法。护法的意思就是宣告因的罪，因的毋对因的罪是全然败坏人就需要甲伊叫醒，甲伊护法，互伊伫沉困当中互伊醒起来，离开了罪恶，归向耶和华上帝人因为伫罪恶当中，按照昏昏迷迷毋知影是非需要去甲伊发醒。因像主耶稣初来到世间咧传福音的时阵，伊也是呼叫护法讲天国君恁着悔改天国君恁着悔改恁应当着悔改施浸约翰出来传道也是安尼，恁着悔改因着天国君所以人需要着悔，上帝会找一个人去传道、去呼叫，将人伫罪恶当中甲伊叫醒，来归向上帝。那么这个先知约拿，伊毋但无去上帝叫伊去的这个城市尼尼微城市去，因反倒转走去坐船
一个所在哈，一个港口啊，叫做约帕啊，伫即个以色列的东部、西边靠海的一个所在啊。那么这个尼尼微哦，就是离迄个港口有1100公里的一个所在啊。那么这个人啊，这个先知啊，唔去迄个所在，却走去到了，伊要坐船啊，要走去塔西这个所在啊，塔西啊，就是3200公里离这个搭船的所在，有3200公里的所在啊。啊，为什么这个人要逃走啊？唔去迄个尼尼微所在啊？因为啊，这个先知啊，盼望啊，这个亚述国啊，这个大城市尼尼微啊，互神啊灭亡咯。因为这个国家实在是最非常大、非常的厉害啊，非常厉害。啊，伊也是知影，伊若去遐传福音。换当伊若是悔改，上帝哦是这个人民啊有慈爱的上帝，恩待还悔改的尼尼微人。伊换当伊若是悔改咯，上帝反悔无要灭你啊！伊去传的道，毋着无当应啊！毋着上帝煞袂灭因，吼。所以有个人哦惊。是你讲的话也无影，你是先知，先知是主要是说上帝的话哦，借着你讲的话会实现、会应验，你才是正先知哦。一方面哦，伊是受训，无爱迄个罪恶的城市；一方面，换等这个城市若搁存留落来，伊也是会攻破伊的家己的国家以色列哈。那么，伊哦，预言哦。无法通实现啊！所以哦，这个约拿是明白神的心意啊！伊惊因这反悔啊，在悔改了后，上帝袂灭因啊。那么，伫这项代志啊，咱看出来这个上帝是体贴家己的感情，体贴家己无顺服上帝的旨意啊！伊安尼是毋对的，上帝叫伊去遐，伊着顺服；先知应该着顺服。上帝叫伊怎样做，伊着怎样做，这是顺服，这是一个先知的责任。而且去传的道，着照上帝话去传去讲。安尼，圣经甲咱讲，人若体贴家己啊，就是甲上帝为敌；无体贴上帝的旨意啊，就是甲上帝为敌啊。那么伊吼，这个先知啊。毋对啊，做毋对的代志。所以圣经安尼讲啊，伊听到了上帝的这个命令了后啊，你着去到迄个城市。圣经讲，那约拿曲起来，曲是翻倒转啊，翻倒转，逃往他西去，来逃避耶和华。伊就来到这个约帕。拄着一只船啊，伊就伫遐，是迄张船啊，要去塔西这个所在啊，就托伊船票的钱然后呢就爬上船就要交还人三甲去塔西，要去逃避耶和华上帝。伊无顺服神去尼尼微啊。那么约拿，敢若钱若无安尼顺服呢？因为无愿意看到这个占卜的这凶恶的这个亚述人啊，蒙神的怜悯啊，伊伫遐到因上帝无去毁灭因，所以伊也是毋肯顺服上帝的差遣宁可呢走去别个所在啊，非常的毋对。圣经诗篇139篇第7节来讲，我要去倒落来逃避上帝的命令。人有法通逃避上帝啊？无啊，无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哈。逐点伫咧。伊逐项知，你人怎样逃走去灭咧？
无法通逃避上帝。那么约拿逃避，结果是怎样呢？逼去阵诶，忽然间真诶大风浪，真诶非常诶厉害，大鹰啊，这个风浪大作啊，这个一当船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船啊几乎要破去咯。因大家真惊，在水手咧划船诶，到这个船主啦，因是腓尼基人啊，腓尼基人是伫这个海边诶一个民族腓尼基人啊。国人啊，去敬拜因家己的神，伊就伫遐祈祷。哎呀，看到这个大水这个大浪非常厉害，船要破，因要无命，因就祈祷因的神啊。但是祈祷来祈祷去，这个无用好啊，反在是鹰非常的大这当船摇来摇去，要沉落去，因就赶紧将迄黑色甲你沉落去海咧。为了减轻这趟船来救因的命。那么因就后来就看到这个约拿伫个船底伫咧困这个船主就敢叫醒伊说你著祈祷你搁伫遮咧困说阮咧要无命咯，你还搁伫遮咧困到底这当船拄着危险这款的灾难要船要沉落去是为着什么？咱着抽签，到底这个罪挂伫上下底，所以因就抽签抽签有的抽签是有长底上下推着长的，就是迄个人做毋对代志，还是伊迄个人是有罪所以因就真侪人就是抽，结果抽着上下呢，抽着这个约拿，伊就问约拿讲你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阮是为着，是毋是为因着你的缘故呢？你是倒落来的你的职业是啥物你是啥物国家的人你是啥物族的人伊问了这个问题问了问题咱有时这个上帝要用的人伊无顺服反倒当走去别搭有时咱着反问家己。我对倒落来要去倒落，上帝叫我创啥物我为什么无创我去迄搭，叫我来迄搭，去反倒当去迄搭，为什么缘故？我为什么无要顺服这个罪挂伫我底所以就反问。伊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创造天地万物、创造这个沧海的甲大地的。这位上帝，天顶的上帝，知影这个约拿的回答就表明伊的毋对后来水手就问伊讲你做什么代志你这个人做什么代志意思就是咧责备伊意思是咧讲，伊说你既然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这个大海甲陆地。你为什么这样反愚妄既然你著冒险来坐船互阮这当船拄着灾难你要逃避耶和华上帝你既然相信恁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你为什么要逃避你为什么欺骗你的上帝讲伊咧问就是，到底你做什么代志毋对咱知影，上帝是不可欺骗的。圣经讲，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啥物，收的也是啥物。伊若无悔改，伊若是继续安尼落去可能会危险真厉害，可能会无命所以水手伊知影迄个原因所以就问这个约拿讲阮着做什么代志？向你做什么才有可能拖这海在波浪平静落来那么这个约拿讲伊说：你将我吐起来、夹起来添在海中，这海水
就会平静了，这个波浪就会平静了。因为我知影，恁拄着这个大风浪这个灾是因为我的缘故，是因为我得罪了上帝，无顺服上帝，所以才拄着这个大风涌所以因就听伊的嘴咯，就将根夹起来，将你根添落去海咧，添落去海咧。因在追求祈祷上帝说：耶和华神恳求你，毋通因着这个人的性命，我甲添落去海里死去，毋通将这个老人血无辜血的这个罪来归托阮因为你耶和华上帝是随着家己旨意来行的。毋通将这个罪，阮甲添落，等于害死伊毋通将这个罪归罪伫阮的心中所以因添落时节添落去海的时节耶和华上帝呢就预备一只大鱼一只大鱼将约拿甲吞落去腹肚内，伊伫腹肚内面3暝3日3暗3日那么约拿呢就伫内面祈祷认罪祈祷还伊的愿，讲要顺服咯。所以耶和华吩咐伊伊就将伊甲你吐出来，吐去这个陆地咧，就来到迄个所在，真奇妙的代志。伊要逃避耶和华，耶和华借着风浪，借着这大鱼甲吞落去腹肚内面，互伊认罪悔改有一个顺服的心，落要这个命令一只大鱼就吐出来，伫尼尼微这个所在。那么约拿伫尼尼微迄个城市圣经讲耶和华的话，搁再临到约拿，命令伊讲。你着去到尼尼微这个城市，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所以约拿就照着耶和华上帝的话起来，就到尼尼微这个城这个城是一个真大的城，圣经讲是行3日的路程，才有可能规个城行了。约拿就入去进入这个城，行了1日伊就宣告。伊说：“搁再等40日，尼尼微这个城要倾覆咯，要灭亡咯。”直直讲安尼，所以全城的人听去拢悔改所以尼尼微圣经讲第5节第3章第5節講，說尼尼微人就信服神就宣告禁食，對大漢的到細漢的，攏穿麻衣。這個穿麻衣是代表悲哀悔改就是悔改的意思艱苦心所以這個信息就傳到尼尼微王，這個城的王的耳孔中，伊就對寶座頂落來就換了這個朝服，換了皇帝的衫，就穿一領麻布，真粗的麻布，就坐伫塗骹咧將迄個塗粉甲你壓伫心頂這個是代表懺悔的意思。那麼伊個宣告叫你全城的人，甲因講，伊說王甲這個大臣大官有命令講，人袂使咧食啥物物件連精生、生畜、牛羊也袂用咧食草也袂做咧啉水為着時間着悔改，因逐個人去穿了遮麻布的衫這個王命令講，伊說人着切切的求告上帝逐個人着回頭來離開所行的罪惡着放下手中的強暴，恁手中做遮歹代志，害人放火遮歹代志，
恁着放弃啊！所以咱若安尼做哦，或者即个上帝吼后悔啊，无法袂受气咯啊，伊就袂，咱就毋免灭亡咯，可能艰苦说哦，可能上帝会赦免咱，所以因正就伫神的面头前啊，认罪悔改。那么上帝就怜悯尼尼微这个城市，无将灾厄降临伫这个城市。圣经讲，伊是神看到因的行为，看见因离开恶道，因的罪恶的代志，上帝就后悔，无将所讲的灾厄来降伫因身上。所以这项代志是这项好的代志值得欢喜的代志，偌侪人来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但是，那这个约拿却无欢喜，却埋怨，却发受气上帝啊！圣经讲这项代志这个约拿大会无欢喜并且咧发受气就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神啊，我伫本国的时节，伫以色列时节咸毋是安尼讲嘛？是我知影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你无经过发受气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无要降灾厄所讲的灾厄伫跩人的身顶所以我就急急的就要逃往别个所在，他是这个所在去。耶和华现在求你脱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得较好死较好困。为什么安尼应该着欢喜才对真侪人悔改了，归向上帝，伊反倒有一款什么原因有几个原因头一项伊巴不得这个罪恶的城市受上帝的刑罚，伊伫灭亡应该着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来灭亡因。那但是呢，反倒等上帝无安尼做上帝无安尼做，为什么上帝就用几项代志来教导这个先知上帝问伊，毋是是这个约拿，是约拿，你安尼受气合理无合理对毋对神常常人咧做代志了后，问人问题，你做安尼对毋对伊问扫罗保罗顶摆是保罗，顶摆是叫扫罗，伊逼迫上帝去一个所在，要去掠迄搭的基督徒。伫半路的时节，拄着主问伊，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骹来踢刺皮是真艰难的问伊，为什么你来逼迫我？安尼做对毋对合理无合理我叫你去你为什么去迄搭？合理无合理上帝有时用一个问题互咱有一个思想来想，到底咱所做对毋对？咱中国话三思而后行想3摆，然后才做代志，较袂做大所以这个耶和华安尼问，那么这个约拿就离开这个城市，出城坐伫这个城的东边伊就搭一个帐篷一座房，这个来假日的所在伫迄个树荫下圣经讲说，伊要看看迄座城究竟如何。伊坐伫也阁毋相信神的原谅，神的赦免。伊坐伫外面啥？
目睭看迄做啥？到底上帝是毋是反悔到降天顶降下落来，将即座城甲你烧毁去啊？伊盼望即座城会灭亡啊！那上帝就预备啥物呢？预备一张手叫做蓖麻蓖麻即款可能是英文说 leafy plant， 就是真侪叶的一张手是可能话讲是 castor oil plant 是一人偌悬的，伊就上帝就预备一张手来遮伊圣经讲耶和华安排一张手叫做蓖麻手互伊山中加一个人悬伊的手影咧来遮伊的头，来救伊脱离了痛苦因为日头晒真痛苦所以迄个约拿因着即张手甲伊食了，圣经说大大欢喜有即张手甲伊食，伊就较疏松咯袂去晒草头去咯伊就伫遐欢喜但是到第二日早起神阁安排一只虫来咬即张手，伊伫了即张手死去，圣经形容说孤打去了，就是死去了，死去就流落去了伊树叶可能落落去了，无法通食的日头咯，无迄张手咯所以日头出来时阵真热，圣经讲神阁安排炎热的东风东边的来会放真热真烧的东风日头拍伫这个约拿的头顶圣经形容说伊会发昏哇头晕哇真较盲哑哑较咱要昏落去哩真艰苦忍受真痛苦的时阵这个约拿伊就为着家己求死上帝我死较好我伫遮真艰苦我心情真无好，真痛苦，而且佫一阵佫热甲我晒本来有一张手要甲我食咧，我都真欢喜但是干来你佫用一只虫来将即张手夹死，互即张手的树叶落落来，日头佫再晒佫要昏迷去咯我死较好咯我求死我死比活咧较好所以伊两摆来求死耶和华神佫再问这个约拿讲伊说你安尼发生气合理无合理神对约拿讲，你着因为着即张手来打去来死去来发生气，合理无合理伊知影怎样回答无？个先知回答讲说：我发生气家己死是合理的。我发生气，伊伫到死是合理的，是对的。为着家己来辩护，伊真对神真无礼貌真无礼貌，真毋对。那么神对约拿去责备讲，耶和华讲，伊说即张手这个蓖麻这个，毋是你栽的，毋是你培养，逐日去压水，甲伊压肥了，互伊大长的，毋是你栽培的。伊一暝一暗暝霜中，有一暗暝就死亡去，打死你上请为着即张细长的植物手即张小生命，即张植物，即张手上请爱惜，为着伊来发脾气。讲即张手发起来都真好，干那你会死去，所以伊也受气，互我拍头壳要臭头去，真艰苦忍受上帝问伊说：即张手，即暗霜中，即暗就是孤单死去，你上请爱惜伊。何况我是为着
尼尼微这个大城市内面哦，有12万人啊，无法通分辨正手倒手的而且内面有真侪牛羊啊，在生畜啊，真宝贝啊！伊说我上帝讲说，我减袂爱惜遮人叫情绪嘛。这就是描写上帝听世间人，上帝看到遮侪人未得救吼，伊就找人，找这个先知去警告因，见着认罪悔改。伊啥是认罪悔改？上帝就拯救伊，而且法人看出神听世人，法人看出什么呢？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上帝。你看这个先知，伊宁可怀人死去，上帝毁灭因。伊为着这张这个手会死吼，艰苦心责备受气伊却袂为着这人的灵魂来艰苦心。突然看出上帝是主爱的上帝，伊愿意万人得救，临不真道逐个人拢得救，临不上帝得着救。那么这个故事突然几点来思考。头一点，这个约拿这个伊虽然是一个无听话的先知神仍然用伊来成就人类历史上这项真大的拯救的工作你看，会看得几百千的人这个12万人的生命灵魂得到救虽然尼尼微是一个罪恶真大的城市，又搁是以色列的受敌，后来伊要这个亚述要将以色列甲伊毁灭将人掠去，将城攻破财产抢去，有一日会安尼伊是以色列的受敌但是上帝也听因何况这个尼尼微这个大城有怎多人口，有怎多精神上帝减袂听在爱惜因呢那么约书亚记这本册就是咧描写上帝听世间人，听罪人，伊愿意做人得救第二点神突然看出神来掌握这个宇宙万物伊法通控制这个大自然，要起风就起风，起浪就起浪要安排一只大鱼将一个人家己吞落去，而且游水游到3万游到1100公里的这个路程然后才甲伊吐出来上帝伊是这个宇宙大自然这个世界万物的创造者，甚至连大鱼也听伊的命令。第三点，神听伊的祈祷，这个先知伫这个鱼的腹肚内面3暝3日，伊伫遐咧祈祷反悔，上帝听伊要顺服上帝咯伊要顺服上帝利用这个这断头壳的无听话的人，我要上帝假使伊顺服上帝的带领，就来到这个城市来宣布、来警告在百姓人，互因悔改第四点呢，
就是神是一个有满有恩典的上帝啊。约书亚第3章第1节安尼讲，神会为第2摆去临到约拿啊，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伊互人第2摆的机会。毋但啊，这个先知互这个先知有第2摆的机会来释放伊也是将这个离开了上帝旨意的人，倒该掠过来向这个城市来传福音，来警告因。常常神互人有机会，互咱有一个 chance 来认罪悔改，互咱机会搁来释放伊。虽然咱毋对，咱有软弱的所在，但是上帝啊，毋是真有发脾气的上帝。上帝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最近有一个人拍电话来，伊讲因老爸90几岁了，身躯也软弱了，也做病了，伊也阁未信主呢。牧师啊，你会用咧向因传福音吗？毋是，毋免来阮兜，即阵啊袂做咧去人兜咧。你用即个手机录音，传去阮遐，甲你录起来，然后我会播送出来，互阮老爸听。互伊伫即个年老，伫即个疫情厉害的时阵，要离开世间以前，有机会来听着福音。结果伊听了这个录音了后相信主了。上帝互伊起机会啊！虽然伊年老了，上帝互伊 chance 听着福音。上帝也是互我一个 chance 我虽然无法通出去人兜传福音，但是上帝借着这个手机来讲话，互真侪人有听到。感谢主，上帝互人 chance， 互人机会。上帝是这个使用人的上帝，伊愿意使用你甲我来传达上帝的救恩。虽然这个先知无听喙但是上帝真吞忍来管教伊。最后这个约拿就顺服上帝。上帝用一张手，蓖麻手，利用一只虫，利用东风，利用日头来教训这个先知，互伊知影伊的毋对这个先知伊会发脾气，无欢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上帝当时的人要测验这个先知到底是真的还假，只要看伊所传的话语会应验还袂应验。若无应验伊就是一个假先知咯。所以当时的人是认为安尼别人会说你咧传信息你咧传这个咧灭亡咯，无影啦所以你讲你是先知，原来你毋是先知也无应验啦。所以这个约拿可能受着这个民主的关系，无民主咯，我讲的话无实现我无民主，我毋是一个正先知就讲哎呀，我这个名声歹去咯。但是伊无体会到上帝的心灵，听人的灵魂，爱人得救，通来归向神。最后一点呢，是讲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虽然一摆人听到了后，经过了后悔改了，神无将迄个灭亡的灭这个年里面写代志会发生，但是经过了100年、100几年了后
跩百姓人啊，当然是另外一帮人咯，另外一批人咯。经过100几年了后，还得救的人已经无伫咧咯，新的跩起来，犯罪真厉害。上帝借着先知去警告因无悔改，上帝灭亡，拖因灭亡啊！所以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伊所讲的话就是无随便反悔，袂突然反悔，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但是神啊，托审判世间人，以前啊，逐摆互人有机会通来悔改，互人有机会来侍奉神。所以今仔日啊，上帝也是互咱机会。所以各位的朋友，你若是听到今仔日的道理咱看到上帝叫人讲道去警告、去提醒人，着悔改归向上帝，先主耶稣。坏人认罪悔改咯，上帝无灭亡伊咯。但是咱即阵啊，听到有传道人向咱传道的时阵，咱耳仔黄咧毋听，无要信主耶稣。上帝一摆搁再一摆，互咱机会。是毋是今仔是最后一摆的机会咧？咱毋知影。是毋是有一日啊，咱若念着一个病毒咱一日啊呜呼哀哉，无去咯。咱的灵魂要去倒落啊！所以今仔日可能是上帝互咱的机会。你顶摆若是真断心心真意真断斗，毋接受主耶稣。那么损失的毋是耶稣，毋是跩传道的人，是咱家己。损失的是家己。信主的人得永生，无信主的人得袂到永生。上帝会收起，定定伫咱的身上。那么你今仔日听到这篇道理，你是毋是愿意接受耶稣？圣经甲咱讲伫最后一本册启示录第3章20节安尼讲伊说看我徛伫门外，伫咧敲门，主耶稣伫门口，伫咧心门的外，心的门口伫咧敲门，就是说有人向你传讲就开门就接受。讲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开门的，就是将你的心门开开，我要进入去到伊的内面。我甲伊，伊甲我要三甲坐伫倒来食宴食坐伫倒顶来食宴食，有美好的团契交通。食饭是一个交通，是一个好的关系，交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接受伊得救了，诚做上帝的囝儿咯。上帝互咱第2摆的机会，你是毋是着听惜这款的机会呢？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这个警醒，提醒阮伫神面头前是一个罪人，应该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阮的救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担当了阮的罪，替阮受刑罚，流出宝血，牺牲了伊的性命。叫凡是接受相信的人，上帝应允要得到永生，因为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独生囝耶稣降死，互世间人，叫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当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上帝的应允甲恩典。我为着怀今仔日听到上帝信息的人，谦卑家己，接受耶稣做的救主，得到永远的福气。有咱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